倒伊较想影入山就爱看山势，又有人来到南投关爬山，结果戆山找无路。一个台南的研究学生为了要研究生态，拜二下晡1点钟，家己一个来爬南投关鹿谷乡凤凰山的凤凰坎。因为对这条路路无讲真熟，伊行的山路拢已经发草啊。这个研究学生戆山找无路，敢若是互魔神仔砍去共款。伫咧山内行3点外钟，日头伫要落山，才赶紧敲119。消防局差不多头尾用9点钟的时间，真无简单，才甲人带落来。半暝啊，山内规个暗暝网，救援人员大声喊，希望减灾路的民众会当听到因的声。救援人员放炮啊，互民众知影因伫倒位。因为路的规个拢是树林、山壁、甲山坎，路足歹行的，加上实在伤暗，变假更较歹找人。毋过救援人员也是无放弃，靠地伫头壳顶的头顶来照光，佮用草轨啊来开路。经过超9点钟的时间，才总算找到人，成功甲伊救落山。我们在发现李姓研究生的时候啊，其实身上都已经呈现一个吞朗状态，还有一点意识模糊。一个为台南来的研究生，为着研究生态，15号下晡饭点外，家己一个人去南投关鹿谷乡凤凰山脉凤凰眼，因为对地形无熟，加上9日一大地震了后，当地地形有改变，所在阁伤压贴，路的草啊拢发甲真长，结果互研究生减灾路，伫山顶行3点外钟，也是行袂出来。看到日头要落山，就赶紧敲119找人来斗相共。消防局接到通报了后，出动15个人，透暝伫山顶找人。经过超9点钟了后，才总算伫半暝2点外成功把人救出来。独自攀爬登山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，建议健请结伴同行，避免独自攀爬，并且在做登山前做好事前准备工作。研究生顺利互救落山了后，心内嘛总算会当放心落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